1999年4月18，因已经绝食1礼拜较加啊。迄天拄好礼拜日，郭牧师甲我讲，咱来带遮个人做主日礼拜好无？我讲好啊。后来我就摕大声公徛伫郭牧师的边啊。迄天早起，伊引用路加福音书第13章31节到33节。这段圣经节是耶稣当伊咧面对最后要行十字架牺牲的路的时阵，伊伫遐讲起就讲虽然是安尼，真侪人咧甲压迫、咧甲威胁，讲要互伊死的时阵，耶稣伫遐回应讲：虽然是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日、甲后日，我一定要继续行我的路，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所在，互人杀死。郭牧师引用耶稣咧面对死的威胁的时阵，犹原伫迄个中间真清楚讲：虽然是安尼啦，今仔日、明仔载、后日，我会继续行我的路，因为先知无应该受杀死伫耶路撒冷以外。各位亲爱兄弟，郭牧师用这段话咧鼓励当时公投绝食，而且勇敢的台湾的乡亲，咱来继续坚持向前的路。虽然艰难困苦，犹顾上帝要成做咱的困难。迄天的下晡，郭牧师身体就无好，后来真感谢中期的医生甲护士，伫遐马上甲伊调即个偏激治，马上甲伊做营养食，后来有继续坚持伫迄个所在的即个公投绝食的活动。我要安尼甲咱做见证是，事实郭牧师真正亲像耶稣基督同款，坦白讲，毋惊死啦。这毋惊死是甚物原因？毋是家己勇敢呢，是因为知影耶稣基督就是安尼咧提醒要求咱，用咱的性命举十字架，军队伊正做上帝国的见证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小等咱来吟圣诗22首。这首圣诗我感觉真好，因为这条歌是jamaica的歌，加勒比海的圣诗。照你讲，我哪吟哪会当跳舞的呢？当然，这条歌讲上帝正手，正手 right hand， 英语另外一个意思 right 的意思是啥？正确、正直的意思。上帝的手常常伫咱的中间咧，甲咱提醒，引带咱，指示咱行什么路。总是第三节甲咱讲哦，讲上帝的手要安怎？要攻击咱呢？攻击啥？咱的自私自利，咱的团圆，咱的不义。然后到第4节、第5节、第6节讲，上帝的手要伫咱的中间栽种，要伫咱的中间甲咱扶持，要甲咱医治啊！各位，教会的历史，真侪时阵人的软弱，包括总会即马咧处理，真侪包括中央大学董事会，包括马街病院的董事会，遮个人离开上帝，离开信仰，上帝拢知，你免烦恼。上帝正手伫咱的中间咧引带咱，互咱更加谦卑顺服伫上帝面前，扮演上帝爱咱扮演的角色。小等咱要礼拜结束，咱嘛来吟马街牧师所写最后的客家，每一遍吟，每一遍去体会，伊怎样用伊的性命奉献予台湾。这条歌伊讲，我一生的快乐，我一生的青春拢奉献予台湾。这个台湾是我的心袂当挂离的台湾。马街牧师今仔日带台湾某，生台湾囝，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，最后死伫台湾，今嘛阁安葬伫台湾。你去淡江中学，一定爱去的所在是去马街墓园，阁一遍去看见着伊怎样用性命奉献予台湾。当咱咧回顾遮，无论郭牧师也好，无论马街牧师也好。遮个代志，当咱今仔日用文字记载落来的时阵，遐个物件拢要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的见证。遮个见证要亲像1985年，当咱庆祝释教120年，咱通过台湾基督长老信仰告别。这信仰告别拢5段，
对上帝观、圣经观、教会观、人观，甲教会最后社会观，其中第3段的教会观最后4句话讲：阮相信阮的教会是定根伫本地台湾，认同所有子民，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153年来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安尼，通过疼、受苦、牺牲、付出，来成做台湾国家社会人民愿望的记号。要成做愿望的记号，毋是口号，毋是喊大声的，是真正通过咱的性命，通将上帝国带到伫台湾人民的中间。最后，我要用美国的一个信用见证来做咱今日讲道的结束。1986年开始，每年雷根总统宣布，每年美国伫1月第3个拜一，是一个真特别的国定假日。这个国定假日，敢有人知？1986年以后，伫美国这个国家，1月份的第3个礼拜一，叫做罗德·马丁·金的纪念日，纪念1968年4月初4 39岁为着黑人民权运动去互人暗杀的黑人牧师罗德·马丁·金牧师。今仔日每年1月份的第3个礼拜一，就是全国的纪念日。你纪念伊怎样用伊的性命来为着黑人的民权运动牺牲甲受苦。大家会记得1963年8月28，伊伫即个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的林肯的纪念堂的头前楼梯顶面，伊有发表一篇演讲，总是我要讲，迄是伊的讲道，叫做 I have a dream。我有一个梦，即个梦今仔日愿望伫美国即个国家，黑人甲白人会当手牵手，成做一家人。各位亲爱兄弟，迄个时阵60年代。咱知影林肯总统伫1864年为着要讨伐黑人无做奴隶，已经要将近100年哦。总是迄个时阵1960年代，美国的黑人还无投票权，美国黑人嘛免人亲像咱安尼做礼拜时坐做伙，甲白人坐做伙。所以黑人的基督徒伫迄个中间面对遮尔侪现况的内面，包括罗德·马丁·金牧师。才有牧师黑人牧师带黑人的基督徒，用疼甲恢复力的方法，行就街头，伫遐用疼甲恢复力的方法抗议，希望美国国会会当改变，互黑人会当得到真正人权的保障、自由甲平等。各位亲爱兄弟，1964年，罗德·马丁·金35岁，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这诺贝尔第一遍颁发和平奖予宗教人士，就是颁发予罗德·马丁·金，一个黑人的牧师，感谢伊为着黑人民权运动的牺牲甲受苦。你位亲爱兄弟，总是3年后，只有39岁，伊伫遐互人暗杀。互暗杀的前一暗，4月初3暗时，伊最后一遍的讲道，伊伫遐讲，题目叫做“我已经爬上山顶”。伊对做这黑人的兄弟姊妹伫遐讲，伊讲着讲，我有可能无机会，甲恁做伙去到伫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。总是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知上帝已经要引带咱去到伫迄个上帝应允的所在。各位亲爱兄弟，2001年美国国会真特别通过，即马各位若去到华盛顿 DC， 一定爱去。伫美国的越南战争甲即个韩战战争的纪念公园搁较头前，伫波特马克河的边仔有一个罗德·马丁·金的纪念公园。迄个公园内面有真济罗德·马丁·金捌讲过话，伫围墙顶面拢有写出来。搁较重要，内底有一个雕像，这雕像是罗德·马丁·金的一个黑人代理教的一个雕像。这雕像已经破华盛顿 DC 的一个例。伫即个首都，敢会当为着过去捌做过总统的人，第二做过国家的英雄、战争的英雄，才会当放雕像。结果美国国会允准特别放罗德·马丁·金一个黑人牧师的雕像，
伫即个公园的内底，为着要少年提醒，今仔日咱怎样亲像伊共款，因为基督信仰成做上帝真正的奴仆，甚至用死来告别基督的信仰。各位亲爱兄弟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罗德马丁金牧师，亲像保罗共款，亲像马偕牧师共款，亲像高牧师共款。每一个基督徒今仔日，咱拢会当成做上帝的见证，亲像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1节，保罗讲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这是保罗讲过上重要的信仰告别，上宝贝的信仰告别。伊竟然敢要求别人爱学伊，因为伊已经学基督。各位亲爱兄弟，毋茫有一日，咱拢亲像保罗共款，咱拢勇敢甲人讲，恁着学我，因为我学基督。这是今仔日咱诚侪基督徒一生的努力，咱的告别。愿咱今仔日伫文艺传道奉献主日的中间，咱会当用这个奉献地到关心咱的台湾教会公布，因伫推动文艺事工、传道事工顶面，上帝特别的祝福，通过咱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来关心，也毋望咱通过教会公布每一期咱即马的报道、信仰见证，拢会当帮助咱，互人更较欢喜，用咱的性命军队基督。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搁一遍用你的话来鼓励阮。特别今仔日是台湾戒严的41年的纪念，愿你也特别帮助阮，伫台湾的处境的中间，你怎样引导阮台湾基督教会行过153年的历史？你常常咧提醒阮。怎样定军伫台湾认同2300万的子民，通过听、受苦、甲牺牲，以及阮的关怀，来成做台湾毋忘的记号。阮虽然信心软弱，阮虽然自私自利，阮虽然真正所做无合你的旨意，总是阮感谢你，你毋捌气杀阮，看阮做宝贝，邀请阮成做同工。伫上帝国的中间，来成做上帝的见证。愿意祝福鼓励教会，祝福因无偌久以后会终极改选，互每一个兄弟，愿伫为主服侍的中间，更加高主实力嘅，会当将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，成做台湾人民的愿望。祈祷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陈永吉牧师用真哩好的勉励来勉励咱，